第10届台湾语言甲教学国际研讨会，伫个即礼拜的拜六礼拜10月25、26，伫个咱台湾文学馆来举办。为即个1991年台湾语文学会创会以来，迄个时阵创会时阵，其实是包括咱台湾的真济即个民间的团体共同的声音，就是要为着讲咱互咱台湾即个语言会使发展，会使复兴。咱即届研讨会的主题叫做台湾的即个语言接触、融合甲演变。即个部分哦，当然是针对讲咱台湾有真济个语言，包括即个台语、客语、原住民语，个甚至是咱即马最近即10档入来真济即个新住民因遮语言即个问题包括即个语言的即个消失的即个状况是真严重。譬如讲，咱即马台湾即个大学生根据即几档的即个研究的调查，拢已经知影讲，大多数的即个大学生拢无咧讲咱家己本土的即个语言，嘛无法度通讲。这实在是真无符合即个国际即个潮流。就是讲国际潮流要行去国际化，一定就是爱重视咱家己本土的即个语言，较有法度有咱家己的主体性，有咱家己的即个民族性。有法度通行去国际，和世界交流，会使徛伫家己的立场，对世界发声。来参加咱的研讨会，有包括即个7个外国的国家，包括纽西兰，也是即个英国，也是美国，也是新加坡，佮包括即个菲律宾，嘛佮有日本，一寡学者拢会来参加。全世界86位的即个学者来发表伊上新的即个针对台湾语言的上新的研究成果，上无有60篇的即个论文，包括即个 keynote speech 嘛有真济即个小组 panel 拢会来讨论讲，即个台湾语言，譬如讲为台湾语言要怎复兴的即个角度来看，也是讲针对即个台湾文化研究即个概念来看。也是，佫有一个真特别的，就是台湾即个地理语言学研究针对无共即个角度来看，讲咱即个台湾语言会使要怎甲复兴，会使要怎互伊走向国际这是咱即届即个研讨会真大即个目的。嘛希望讲即几工有一寡针对即个12年国教即个声音，嘛希望讲咱即个学会有一个真大的目的，会使透过咱即个研讨会来甲大家即个共识。来斗做伙向世界、向咱家己的即个公家机关来发声希望咱即个台湾语言有一个真好的发展，多谢。